华山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邀请老师来到上宽架店家，利用在地花材来装点菜色，让这个料理好食阁好看。好食点心，豆豆水当当的花蕊，让规个气氛变甲真浪漫特区。这摆华山农业区发展协会邀请有名的花艺老师来到上宽架店家，用在地花装塔餐点。使用不同的颜色跟垂钓的方式，还有就是说高低的层次感。然后来教我们，就是说做一个不同布置的方式。老师嘛讲，除了餐点的设计，其实花艺嘛当摕来装潢店面。老师嘛提醒，一摆来上课学生，平常时的生活速度会当放较慢的，来欣赏四颗联动的水。这次上课除了花艺部分呢，也给学生很多一些美的概念。期待这摆上课，大家当把所学到的花艺知识用在咧生活里底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